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约翰福音第20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陈丰盛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祈祷。咱做个祈祷吼，特别阮感谢你保守我一日平安，也感谢你给我新的一天。从今仔日开始，阮用读你的话做起头，也求你保守阮今仔日出入拢平安，也无论工作、事业、学业还是身体，拢有你的祝福。阮有一个平安愉快的一天。那这时阮要来开始强读，求主你的灵教我所个记地，赐阮智慧来领受。要开始在圣安的祈祷，不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谢谢。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7章一直到11章结束，那在讲到耶稣是使人复活的弥赛亚。那么已经看完第7章，就是有关在住棚节的时候，耶稣和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的争论。那从第8章我们会看到几个部分，那我们会分4天来读第8章。那今天要看的是第8章的第一段，是一个犯奸淫的妇人和耶稣之间的对话，以及法利赛人、经学士他们要来陷害耶稣。那我们要请丰盛长老带我们来读第8章的第1节到第11节。行淫的女人，大家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到橄榄山去。第二天一早，他回到圣殿，群众都来找他，他就坐下，开始教导他们。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女人，她是在行淫时被抓到的。他们叫她站在中间，问耶稣：老师，这个女人在行淫时被抓到，摩西在法律上命令我们，这样的女人必须用石头打死。你认为怎样？他们也想用这话陷害耶稣，找把柄控告他。但是耶稣弯下身子，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还是不停地问他。耶稣就直接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当中没有谁没有犯过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说过这话，他又弯下身子在地上写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一个一个溜走，从年纪大的先走，到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女人。耶稣就直起腰来，就问他说：妇人，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留下来定你的罪吗？他说：先生，没有。耶稣说：好，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别再犯罪。以上。谢谢。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文译本有用一个括号把这整段经文括起来。那这段经文呢，在圣经的版本上面，那古卷当中没有这一段。那但是有一些地方有。那大多数的学者呢，认为这段经文呢，并不是放在约翰福音当中。因为这一段经文出现，目前最早的记载呢，是在五加大译本，也就是主后第4世纪的时候才出现了。那但是虽然不见得古卷有但这段记载呢，也不代表说这段记载不代表没有发生过，那只是可能后来被补进去，那有许多的可能。那这段经文呢，也是在圣经当中唯一有出现一位行淫的妇人，那和耶稣之间的对话。那在其他的圣经当中，福音书当中也没有出现。那也是我们都很熟悉、很常看到的一段了。那这一段呢，一开始讲到说，当住棚节最后一天，耶稣宣告说，他就是那个活水，不再是祭司去这个西罗亚池舀回来的水，而是渴了就到耶稣这里来。信耶稣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好，那这信心这活水是指圣灵。好，信心和圣灵呢，要不断的从人的心中、腹中涌流出来。
那也是在我们的口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耶稣这样的教导呢，不断没有人相信，有人接受，有人不相信、不明白，那也不接受，所以群众分裂。那在第7章的时候，好，那呃，但是耶稣呢，在住棚节结束后呢，他没有立即回去。好，那显然他还留在南边的犹大耶路撒冷，去到橄榄山了。好，那橄榄山，好，那耶稣好，这个治好医好这个拉萨路是在伯大尼。好，那橄榄山呢，好，也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对面不远的地方。好，那在橄榄山呢，山坡呢，山边呢，也是这个克西马尼园祷告的地方。或许这里是耶稣很常去的地方。好，那所以当大家回家，耶稣却到橄榄山，可能去祷告。那隔天，好，就是第2天一早，他又回到圣殿，好，群众都来找他，他就坐下开始教导他们了。所以耶稣显然他没有只有在住棚节这段犹太人会来过节的时候，那耶稣留在耶路撒冷，留在这个圣殿进出或是住在橄榄山，都是为了要继续来教导圣经，教导这个真理。好，那这个有关的教导呢，可以参阅就是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那到天国的比喻，那这些呢是很完整的教导。那在约翰福音呢，并没有强调这一些。那第3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好，那现在用一本写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那这是在约翰福音唯一把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把它并一起提的地方。好，所以文士是文士，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文士的工作是抄写圣经，法利赛人呢，大概6000人，他们是会做这个学习圣经。那学习圣经越来有经验，可能就是类似像神学生，那他们就可以去传道，可以去当拉比，可以去教导圣经。文士法利赛人呢，带来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叫这个行淫的女人站在圣殿的某个地方的当中，然后呢来问耶稣说：老师，好，那就是夫子或是拉比。好，那可见呢，文士法利赛人这时候呢对耶稣的教导呢，查不出有什么纰漏，查不出有什么可以攻击的地方，所以也尊称他是老师，是拉比，是夫子。但其实背后是要来考耶稣，说这女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按照摩西的律法，那就是利未记20章第10节，申命记22章22到24节。那行淫的女人必须用石头打死啊！你认为怎么样呢？你怎么说呢？那我们如果回去摩西律法看呢，好，不管是利未记20章或是申命记22章，那行淫的奸夫、淫妇都要打死。所以呃，所以只有带一个女人来，其实是不够的。好，那还有第2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奸夫在哪里？好，那为什么只带一个女人来？好，那这个男人没有看见。那还有第3个问题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知道奸夫淫妇在做什么事情？那要么就是有一个风化场所，要么就是偷偷摸摸躲在房里，在家里，或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但是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好像是设计好了，准备好了，或是他们可能就是很熟悉这些的人，或是这些的环境地方，那就带了一个女人。好，那没有带这个另外一个男人。好，因为行淫总不可能只有女人一个人单独行淫，总是会有另外一个对象。那所以显然这一段呢，就是
一个不公平的对待。那还有就是这个女人呢，有可能真的会耶稣说好打死她。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会不会真的打死她呢？也不见得啊，因为这个是在圣殿当中啊。那但是他们呢，总是为了要设计一个难题给耶稣。在当时的摩西法律，摩西的律法当中规定说，要有2个见证人。那所以可能文士和法利赛人，让他们串通好，做2方的见证人。但也不是所有的邪淫都可以处死，因为我们读完《生命记》，那里面还有看到很多的条件，还有很多关于这个淫乱的时候，他可能有背后的原因，离了婚或是丈夫不忠，或是什么之类的，都有不同的处理的原则。但行淫在罗马的律法上呢，不是唯一的死刑哦，不是唯一的死刑，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要让耶稣两难。所以第6节，约翰就说，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或是说陷害耶稣。所以他们不是真的来想要问问题，其实他们心里面都有答案。那这答案呢，只是心照不宣。那他们呢，可能从来没有用石头去打死过行淫的妇人，也有可能。那但是他们就是要让耶稣答不出来，就好像马太福音他们问耶稣说，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耶稣说可以，或是不可以，都是个两难。那因为他们要来找把柄控告耶稣，因为如果耶稣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好，那他虽然遵守摩西的律法，可是呢，他却是触犯这个罗马的律法，因为罗马呢不能随便判人死刑。我们看比拉多要判耶稣这件事情，那他就是非常的棘手。那还有昨天我们读的第7章，尼哥德慕有说没有先查明他所做的事情，或是听本人的口供，那不能够先判他的刑哦。所以其实他们都是有罗马法律的概念，都有从这个希腊来的这个人对于人权尊重的思想。可是呢，耶稣现在在第6节，他没有直接回答，他是弯腰。弯腰这个动作表示他不是蹲下，耶稣是站着。那站着他又弯腰，所以呢，他是把弯腰在地上，然后呢，用指头在地上写字。那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做做看，有的人做得到，有的人做不到。好，那像我是做不到，因为我弯不太下去。好，那腰很软的人呢，比较能够做到。好，用只有弯腰就能够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哦。那写什么字呢？那这个写字呢，有很多不同的呃的解释很多不同的见解认为说耶稣写字那是在写摩西的律法，耶稣写字呢是在写这个祷告文。那但是这个写字呢和耶稣这样子不疾不徐不回答跟这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很兴奋，而且呢一直要耶稣回答。第7节说他们还是不停的问耶稣那这就是一个对照说赶快说老师你说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就是感觉耶稣只要一说话一回答他们就要马上定他有罪那这个写字的内容虽然被隐藏起来，但是呢，当这些人呢不断的追问，耶稣又直起腰来那耶稣这下就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那这句话的意思很直白那但是也可以从这句话里面呢来反省这个犯罪犯什么罪
还有就是说你们犯罪是指什么内容事情？那这个罪呢，可能不是只有偷窃、杀人或是不守安息日，那这些应该文士法利赛人呢，不见得会犯，但是也有可能他们控告这个女人淫乱，耶稣反问你们中间谁没有罪？那也就是说，你们中间谁没有淫乱，谁就先拿石头打死他。虽然在圣经当中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是耶稣的回答，耶稣对他们所说的呢，的确让他们吓到。那耶稣只有讲这一句话，第8节说过这话，他又弯下身子在地上写字在地上写字。好，那所以耶稣这个这句话呢，显然让这些人完全没有料到他们会有这样子的结果。那这样的结果呢，耶稣是从容不迫的写字，那弯腰，然后不回答，安静。那法利赛人文士呢，一时呢讲不出话，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耶稣居然会这样反问。那如果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导说，这个如果一个人看见的妇女而心里面动了淫念就是和他犯奸淫了。那所以这个淫乱呢，在耶稣的标准，在耶稣的教导，就跟摩西的教导差很多。摩西的教导是真的要发生的，有这个淫乱的事实行为，肉体上的这些的接触，也就我们今天说的法律上的性骚扰等等的，那是犯法。但是呢，你没有去达到这个时候呢，你还是安全的。但耶稣说，你连眼睛看到，心里面动了淫念，那就是淫乱了。所以这句问题我们也不用把它就是说标准太宽，就是说这个罪呢，不是只有杀人放火、不守安息日、偷窃、不孝敬父母10诫才是罪，甚至在耶稣的心中，就是我们对于淫乱这件事情，谁不会淫乱，谁能不说谁不会这个遇见淫乱的试探呢？那谁就先拿石头打死他。那第9节，他们听完这话呢，就一个一个溜走，一个一个溜走。那而且呢，这里还记载说，从老到少，从年纪最大的到越年轻的。那所以年纪越大的越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越年轻的那看到这个年老的也走了，他就玩不下去了。那为什么要从老的开始？为什么要讲这句话？那可能也对于这个老的，他们怎么样把这个女人揪出来，可能有很有经验，很知道，所以这可能都是姜是老的辣，那他们就是设计了一个套招，那要来陷害耶稣。可是呢，这时候耶稣也不过是33岁，32岁，那他就拆了他们的招，所以这个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那他们没有这些的证人，那没有这些的年长者，那这一局就玩不下去了。那最后呢，第10节就最后就剩下那个耶稣和那个女人在那里，所以这个局面呢，那不仅耶稣没有得罪罗马律法，也没有违背摩西的法律，那还救了这个行淫妇女的命。虽然这个行淫的妇女不见得真的会被打死，不过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过后面的使徒行传，司提反，那他开始在辩论为什么他要传道，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那讲到最后，他的确是被众人用石头打死。那司提反还说父就是求你接纳我的灵魂哦。好，那他看见天开了，好，所以那时候扫罗也是在这一群人，要用证人来陷害
使徒耶稣的门徒的行列当中。那第10节，耶稣又再次直起腰来，所以当人都离开之后，耶稣也不看他们，耶稣也不理会他们，继续在地上写字。那我自己的想象，耶稣会把这些淫乱的人的名字通通都列出来呢？好的，或是谁有罪的罪人的名字通通都列出来呢？那其实就是说，如果真的要指名道姓，耶稣可以写很多罪人的名字，但是呢，他不是刻在板子上面，他也不是刻在墙上，他只是用指头写在地上，就是当耶稣他这个脚一挥，手一挥，这些名字呢，其实罪是可以在耶稣里面被涂抹掉。就是不管这些罪恶多大，甚至必须要处死，但是呢，在耶稣基督里面，罪人都可以得救。那耶稣直起腰来就问妇人说：“他们都到哪里去？”好，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化解尴尬。那第二个，没有人留下来定你的罪。那这个妇人说：“先生，没有。”好，那这个先生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主人，主啊，没有。耶稣说：“好，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这个不要再犯罪，他意思说不要再习惯性的犯罪，表示这个女人也是老手，就是她绝对不是第一次。好，那所以他是已经好几次，好，那可见他们知道这个女人呢，常常的行踪搞不好这些把法律这些揪这个女人来的呢，搞不好也跟这女人也有一腿啊，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套招或是一个演员就是要来陷害耶稣啊。好，那这个都是圣经没有的，只是猜想。那这个故事呢，虽然圣经里面单独记载。不过有一个非常接近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7章。路加福音的第7章呢，有一个法利赛人，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呢叫做西门，在他自己的家中请耶稣。那显然呢，他这个西门是尊重耶稣的。那就一个女人呢，一向过着罪恶的生活，那这是路加福音第7章所说的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好，那跟这个约翰福音第8章行淫的妇人呢，两个大概罪呢，女人的罪大概范围都差不多。好，那然后他却在西门的家中，拿着香膏玉瓶，挨着耶稣的脚哭，眼泪滴湿他的脚，再用自己的头发擦干。那一边做的时候呢，法利赛人就是西门说，如果耶稣是先知，他应该知道现在摸他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我们如果去思考，女人要做这个工作，那一定是家境的问题、家里的问题、金钱的问题，各种的问题，那她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过去江南教会也有这个妇女的庇护中心，后来也有少女的庇护中心。那很多的少女呢都是触法，那他们来到中心的时候呢，我们去上课去教导的时候呢，也知道年纪轻轻的就到声色场所去工作，很多有家庭或是有这个金钱上面的引诱或是这个重担嘛。那所以耶稣怎么回应西门呢？耶稣回应说，有2个人欠债主钱，一个欠50，一个欠500，但是债主同时都开恩赦免他们。欠50的会比较感谢债主，还是欠500的会感谢债主？那西门说，那当然是欠500的。好，那耶稣也对这个女人说，借这个女人对西门说，我来你家，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但是这女人用眼泪滴湿我的脚，又用头发擦干，而且从进来就不断的亲耶稣的脚。你没有用油抹耶稣的头，这女人用香膏抹耶稣的脚，是因为她许多的罪都赦免。所以路加福音第7章和约翰福音第8章
这两个事件呢，有人会把它连接起来，就是说是同一个女人。但如果从编排的时间来看呢，路加福音第7章是比较早，但是这个相似度很高。但我们又很容易从这个路加福音第7章有罪的妇人呢，会联想到马太福音的24章、马可福音的16章、约翰福音的12章。那就是在另外3卷福音书呢，包含约翰福音，都有记载耶稣在伯大尼的时候，那有这个玛利亚拿香膏来膏耶稣。那但是这个玛利亚膏耶稣是哪一个玛利亚？那就有很多的解释哦。那但是很显然的，路加福音第7章这个有罪女人，不见得跟马太26、马可14、约翰12这个膏香膏的这个女人呢是同一位啊。但重点是耶稣对这个有罪的女人，在路加福音第7章48节说：“你的罪都赦免，都蒙赦免了。”就是欠了500的呢，耶稣呢也都是用指头写字写一写，然后呢一把挥去，这些呢通通都赦免。那同席的人，那又在开始他们的职业病，耶稣讲话他们都要挑语病，有没有这个干犯律法？他是谁，居然敢赦免人的罪？耶稣不管他们，对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所以这个信呢，就是这个女人相信耶稣是谁，那她呢来为耶稣接纳接待。那在另外3卷福音书讲的耶稣这个女人膏香膏是为耶稣的安葬来预备的。那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这几个地方都搞混了。不过呢，总之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人只有赦罪的权柄。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5章耶稣所说的。那他也当下就赦免了人的罪，还没有到这个最后的审判台前，没有到这个白色大宝座前，耶稣就已经赦免人的罪，使人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今天的金句第8章，约翰福音第8章第7节，他们还是不停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那这个罪，我们也可以把它套进去任何的可能，不仅是偷窃、说谎、淫乱、不孝顺，然后不守安息日之类的。当我们要去去除去别人眼中的刺的时候，像法利赛人经学士一心只想要除去别人眼中的刺，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让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不断的放大。所以我们不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或是审判官的角色，不是一直要把人的罪呢揪出来，然后呢传八卦传舌，然后以为这样讲就自己是公义正义的使者。因为当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被论断，我们眼中的梁木呢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大到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就好像这些经学士和法利赛人，为了一个淫乱的妇人，那他们看见这妇人的淫乱，可是他们可能心中的梁木呢，心中的淫乱呢，耶稣看得更清楚了。今天我们要像法利赛人一样去论断人，还是要像耶稣一样去饶恕人呢？那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最后祈祷，要感谢主耶稣不定我们的罪，不仅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回家去，没有被人用石头打死，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能够不再继续活在罪中，不要再犯罪，能够因着信，因着耶稣远离罪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不论什么罪，耶稣你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你也在十字架上
把这些的罪具都消去，都除去，让这些罪不继续控告我们，让这些罪不再继续成为我们的辖制，我们也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我们要像这个有罪的妇人来做耶稣的奴仆，来洗耶稣的脚，来膏耶稣的头，用我们的眼泪来尊荣耶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能够有新造的人，能够不再活在罪中，都是耶稣为我们所救赎的成就的一切，也盼望我们能够用爱心对待弟兄和姐妹，不是以论断的眼光，不是以定罪的眼光。特别我们说话开口，有时候我们常常在 LINE 在传文字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看到别人眼中的刺，但也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眼中也是有良木，让我们能够愿意去饶恕人、爱仇敌，能够学像耶稣，而不去论断，而是能够分享生命，使人能够遇见耶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线上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谢谢牧师，谢谢长老，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谢谢老师，谢谢。